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捷运杀人的事件。这位防杀受伤的17岁高中生，目前病情稳定，一定会当落门床来行路咯。伊透过爸爸向大家表示感谢，嘛甲救着家己一条命的马伟哥变做好朋友，两个人是互相鼓舞，祝对方早日来恢复着健康。高中生的爸爸嘛设计着防暴专用的盾牌甲棍啊，要送予台中捷运。另外，高中生的妈妈是写一张批，希望天下父母会当多多来陪伴家己的囡仔，嘛希望嫌犯做唔到代志，都爱勇敢承担。作息都还蛮正常的，也可以走动了。谢谢各位。台中捷运随机攻击的事件，第一个防迫着伤的高中生已经转到普通病房，稳定恢复。A 透过老爸感谢大家关心。医生告诉他，可能是3个月至半年都不能打篮球。他是救我儿子的一个，没有他去挡的话，我想这个部分我很感谢他。弟弟有跟这个哥哥聊聊天吗？有，他还过去跟他聊天讲话。虽然年纪差没有差在10岁哈，那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好朋友。老爸讲，后生上届拍篮球，严格只卖爱休3个月。后生喊救家己一命，迄个头前辈仔兄伫病房变做朋友，两个人互相鼓励。严格老爸想着后生伫捷运去互攻击的过程，也是后甜。那把刀砍到每个父亲的身上，我想应该是很痛的。那我希望这种痛到我这边就截止了。老爸讲，伊已经原谅姓洪的嫌犯，嘛希望嫌犯放下心内的怨恨。高中生的老母嘛写一张批，希望天下父母会当重视，多多陪伴囡仔。社会嘛会当加一寡志工，帮助需要或者是欠关爱的囡仔。嘛希望嫌犯知影唔对，勇敢承担。高中生的老爸佮设计防暴专用的盾牌佮棍仔，准备送予台中捷运。有关女性同学、父亲以及各界对捷运安全的一个宝贵意见呢，中捷公司将持续的来检讨精进。伤者家属感谢当时出手斗相共救人热心的民众，嘛希望会当尽家己心力，帮助捷运安全系统更加完善，莫阁有后一个受害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